午9早，欢迎收看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先来关心咱的国造畅水南海坤号暂时平安完成头一天的渐航测试，接下来会按照计划，佮继续来进行海上测试。毋过进前讲这海坤号若是浮起来，就有钱的。国民党立委徐卡心，伊是讲，得爱撑落去到200公尺深，完成海上测试才有准算。而且是无认为这海坤号有材料伫咧6月底进前完成交准。国造畅水南关型海坤号1月29头一届渐航测试，中昼11点对高雄港出海，经过8点钟，伫下暗7点平安回港，完成50米的渐航任务。海坤姐，有！军事部9部调大声甲国造畅水南海坤号画加油，还有人是专工对台南走来见证。一早就从台南出发过来这边，想要见识一下，对我们国造的潜舰到底长怎么样。军事专家指出，若是这届潜水测试顺利，后一阶段就要做愈挑战的深水测试。今天的测试，只要顺利完成的话，就要进行深海测试。那深海测试就会到小琉球以南的海域来进行更深的一个海域测试。头一届渐航成功，台船发新闻稿表示，这是咱国台湾海军国造舰艇史上公营的成就，所以按照计划进行海上测试，完成整体的性能验证，还有交准目标。也有国民党立委徐卡心是刊文讲，肯定海坤号完成测试，不过上重要是200米的畅水舰道测试，拢爱全部完成才算有成功。免讲要6月交准，若是年底进前下当交准，安尼就算是真好啊。若是佮需要动到其中的相关预算，这当然袂使。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陆委会指出，1月初有2位检察官去到中国旅游，竟然到旅馆都有中国的国安人员来咧问话。陆委会表示讲，中国有可能就是要来建立咱台湾的公务机关详细资料库，所以呼吁公务人员无代志尽量莫去中国。询问内容包括你在服务机关任什么样的职位，包括两岸共打的讯息，然后他们都掌握了这些检察官分发到该机关的任职时间、工作的地点和职称等等个人的资料。那也要求说，这2位检察官呢，可以加入微信账号，以互通联系那还好，本案的检察官都有警觉，然后拒绝这些中共国安人员的要求。陆委会表示，这2个新来检察官正警觉拒绝和中国因来交换联络方式，所以也提醒咱全国的公务人员，若是拄到同款这款情形，唔通来泄露机关内部也有同事的资讯。另外，嘛严格来要求公务人员去中国，得要落实通报。咱的国军过年加强战备操演，昨是来模拟中国解放军想要对桃园的海堡来上花。海军实弹操演，佮展现3款无人机来监控甲反制。不过其中有一款中科院打造的无人机，是头一间来试飞，煞飞无几秒就落落来。中科院表示讲，这是无人机的实力控制失效，因会佮来改善。一阵爆炸声，海水是喷甲真悬。国军春节加强战备操演的第3天，由海军负责实弹操演。先登型无人机小组。假设中国军方入侵西南海峡，想要登陆红色海沙堡之一的桃园海沙堡，海军阻挡中国军方的军舰执行2次登陆，而且咱海军投入3种新型的无人机来参与这届演习，包括舰侦型无人机、增速可疑的船仔，出动 M109突击艇执行警告射击。模拟中国军舰出现，这届轮到地面型舰侦无人机出动，随时起落执行辨识目标，即时甲敌人的情形传导转来。掌握中国军舰的动态，海军下令攻击无人机出动。这是中科院打造的劲风1型无人机，人讲是台版单风岛，想要到头一届公开试射，伫几秒钟内煞直接落伫海沙堡。军方随启动备援，第2架顺利升空。连同海顶的军舰发射的攻击无人机，做伙拍到目标。中科院表示，因为飞行机的机势失去控制，所以会继续来改善硬体。那在这个攻击阶段，本来就是会做这个补行射击的部分，或者是第一次攻击执行结束之后会做，而后在第2次接获任务之后实施攻击。
另外，海防大队的向风飞弹车演练伪装，利用树尾甲大叶啊，甲车藏起来。接到命令了后，随解除伪装，甲海顶的攻略快艇来合作，进行发射甲攻击。我们现在的伪装其实是可以适应不同的敌方的这个征收的条件。我们有城市型的，也会有这个丛林型的。演练当中，针对村内想要登陆的敌军，海军陆战队的暗击手开枪，上准拍到目标。因使用的是国造的新型 T-12党型出击枪。这次春巡的亮点之一就是海军陆战队首度使用 T112重型狙击枪，去年12月才接装，目前已经接装训练1个多月，也在这次的实弹操演展现优异的狙杀能力。会结合我们自己的驻地训练，跟我们自己的基地训练，最后也配合年度的狙击手的竞赛，会做异地训练来去做验证。面对中国军事威胁，陆海空三军接续展开操演，一个手展现几啊款新型的武器甲装备，透过实战的训练，向百姓展现咱守护家园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伟大的执行长黄仁勋来到台湾，要来参加伟大的尾牙。早暗阁有先去拜访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针对外界有风声咧讲，美国希望台湾转移4成半导体产能去到美国，黄仁勋是认为讲，莫讲转移，应该是增加产能。黄仁勋也强调，会甲台积电等台湾的供应链密切合作，来应用 AI 基础建设的需求。你要送给谁？朋友啊。笑眯眯翕相签名拢总来，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结束中国行程了后，过来台湾第二行程就是去甲头毛，也甲台积电当做为大家甲创办人张忠谋见面。针对外媒报道，指回答 H28晶片已經運到中國，伊反駁這是假新聞，表示目前議員的單國方最後決定，而且還未收到訂單。The actual license for H200 is being finalized. And I'm hoping that als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allow NVIDIA to sell in H200. Very good for America technology leadership. It's also very good for the Chinese market, and the customers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have H200. 风声美国希望台湾转移4成半导体产能到美国，黄仁勋认为未来台积電前移甲產能，應超過台灣應摕到能源供應量真濟，用轉移來思考無適合，應該想做增加產能。I don't think shifting is the right way to think about it. Adding is the right wa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also a great strength because we have manufacturing resilience. For TSMC, it has the benefit of global footprint. So I think it's a win-win. 伊強調，甲台積電、廣達、鴻海、緯創等台灣供應鏈密切合作，來應應即馬 AI 基礎建設強大需求。即擺來台灣要參加回答台灣尾牙，針對外界關心，伊是毋是親身參加回答甲台北市政府嘅簽約典禮，伊用趣味話來閃過。Am I coming? Do you guys know? Taipei Mayor wants you to go. Oh, okay. He invites you many times. Is that right? Okay. Well, when is it? He say you decided. When are you guys available? 其实我们都还是持续和会道保持联系，那最主要也是要看黄仁勋这段期间他的行程安排。特別是1月2日都會並肩審查重點，包含綁定建蔽率、道路合併提懸大站高度，在無影響交通的情形之下，使車輛進出口審批通過了後，2月7日公告才正式生效。另外，市府回答簽約形式無限制，原則上一定會在舊曆過年之前將所有合約全部簽好。記者綜合報道。来關心天氣，今仔日東半部甲恆春半島地區，這雲會較高，也較高落陣雨。因若北部山區嘛有可能會落濕濕雨。佇西半部大部分攏是多雲到好天。咱做回來看溫度。今仔日中部以北甲宜蘭花蓮地區低溫大約14至16度，南部台東是17至19度。你是北部、東部的高溫有21至23度，中南部會來到26至27度，這溫差就較明顯。明仔載開始，東北季風閣增強，中部以北甲東半部一個外島地區攏會落雨，其他的所在是多雲到好天。提醒大家得注意天氣的變化。
咱再来关心台中丰原的防控牧场是爆出禽流感，这业者涉嫌来暗藏疫情，而且伫咧台中甲苗栗偷偷啊，甲这死鸡啊数量有到1700只，拢偷偷啊甲带起来。台中市府是宣布讲要对这业者来罚115万，也公布有问题，这鸡卵是拢袂去倒位。哦。怪兽恶开私人土地，一下带一只死鸡啊，引起现场防疫人员的叫声。台中丰原防控牧场2家爆发禽流感，苗栗县府指告接到线报，甲饲鸡业者是朋友关系，涉嫌地主涉嫌提供后人订一个土地带死鸡啊，地点甲日落，王爷宫大牌，拼死鸡来源拢是这个牧场，离差不多1公里。由台中市动保处防疫人员指告，到防控牧场将内底5000多只活鸡捕杀。台中市府表示，牧场业者隐瞒疫情，无通报恶性状态，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甲特保法总共罚115万，要求3天内清除死鸡。苗栗县府批评用犯涉嫌地主态度歹，直接移送法办。依照全国动传法，我们决定采取最高的罚则100万元裁罚。另外，它还涉及到没有合法的处理病死鸡的尸体，那么按照全国的畜牧法规定，罚15万元。严姓的地主非常的可恶哈，我们农业处去找他的土地，说要跟他开挖把它处理，他竟然拒绝。当然我们会请检方这个指挥侦办，那也没有他同不同意。既然这个有传染病、有公共危险的问题哈，我们一定以刑事案件的角度来侦办。台中市府统计，防控牧场饲差不多7000只鸡，有1773只染疫死亡。业者讲有613只待伫台中，1150只待伫苗栗。防疫署强调，抑阁涉嫌废清法起伫事业废弃保证法则，阁捌发布这牧场动保福利甲友善技能联名标章的动保团体表示，医疗进前检查都因为无符合规范无典现，即马爆发重大违规，会马上除名。动传条例它是没有主动通报。那丢弃又是另外一个行为，是，好，那所以他就是违反2个法令，那都是各自裁处。我们在1月16的时候，我们就发公文跟他说你没有通过，那后来就因为爆发这个事件，那他已经是重大违规事项，所以我们就即刻除名。台中市卫生局也公布，防控跳牧场2个流向，到今年1月2日为止，有7115台斤的卵流入台北市、苗栗县甲台中市的业者、餐饮甲一般消费者，目前已经通报当地卫生局甲业者回收，市面已经无问题卵。记者综合报道。屏东东港的花桥市场昨有这交通准是弄到码头，佮弄到这铁栏杆规个拢歪去，红门土嘛拢起角，而且是去弄到餐厅的所在，好佳在这人客闪了紧，干那一个人轻伤。船公司表示讲，干那是机械故障，这个船啊才会失去控制，因会来负责赔偿。监视器画面内底，规只船啊都安尼一直驶过来，弄起来码头顶。餐厅的民众拢惊甲四界撞。而到中昼，当时食饭时间，东港花桥市场瓦港边的大客料理餐厅，一道人客菜点个拄坐落无偌久，大家当咧开讲等出菜，船啊都弄过来，规道8个人起骹就走。其中一个19岁查某囡仔闪袂久有扣着伤，送病院检查，加在人无啥要紧。看伊的船啊，一直驶来，应该是要驶去拍，啊，毋过那向龙上蹦一声安尼啊。第一个樱花虾上过来，客人刚要舀起来吃的时候，他那个船就撞过来，大家吓一跳，而且还有撞到人。河船弄到的所在，铁栏杆已经歪歪断断去，码头的阿妈头嘛有受损，跳输的船啊，敢若船头有小可耐入去。餐厅业者讲，伊伫东港开店10多年啊，头一摆拄到船啊弄起来码头，真正有影喊。对此船公司表示，代志发生的是交通船当咧汽车顶悬无载客，敢若是因为机械故障，船啊失去控制，才会造成事故。试完车以后要回来靠码头，因为靠转弯的时候，那个突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主机没有来车，没有来车，他就去撞到码头。船公司表示，船啊故障的原因，爱当原厂来查过才会知。除了包红包甲受伤的查某囡仔地惊会失地以外，码头受损的阿妈头甲铁栏杆嘛随派人来处理，所有损失因会负责到底。记者郭斌在柯家组柯朝用屏东采访报道。
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伙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为着要保留这医疗人才，卫福部是建议，互医师加班费唔免扣税。按算伫咧过年进前会发函予财政部，今年的报税敢会当适用，就要看病院敢有明确记录加班的资料。过来是《自由时报》。行政院会通过刑法修正草案，明定透过网络或者是 AI 伪造影像造成公然侮辱的，上当会当判2档的刑期，搁罚20万；那牵涉到诽谤，还搁有妨害信用的，上当会当判3档的刑期，搁罚30万。落尾是《联合报》。进前性侵杀害中英大学马来西亚籍查某学生的被告牛玉志，昨经2审，法院认为有教坏可能，不是义务杀人，所以改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1世人。好在被告牛玉志其实伊1审、2审甲经1审拢是去互人判死刑，不过即马煞是改做判无期徒刑，或者死者的家属实在是无法度接受，检方也要依法来上诉。治安全部都唔讲话，伊是台西马来西亚籍女大学生的牛玉志。2年前，伊掠走来台湾读中英大学的马来西亚姓郑的女大学生，用锁算对方的颔棍，甲伊性侵，抢走钱财了后，佮甲伊抬死，骗掉尸体。1审、2审，经1审拢判牛玉志死刑。29透早经2审宣判，法院认为有教坏可能，无属于预谋杀人。专案出现变化，强制性交杀人对死刑改无期徒刑，褫夺公权1世人，用得罪改判8年。被告并不是事前预谋性的有计划性杀人，因此对被告的非难评价不得高于计划性杀人，也不得高于杀数人的情形。高雄高法院表示，牛玉志本地计划性侵抢钱财，发现死者反抗超出预期，才甲伊抬死。别当以生存被锁就认定有杀人的预谋，也经过相关单位鉴定了后，认定有教坏可能。这是下议庭再三讨论了后的判决。法官认为，梁姓被告并非一开始就有计划的性侵且杀人，而是性侵过程中未能得逞，因此才起意杀人。所以高等法院法官认为，梁姓被告的恶性比一开始就计划性的杀人还要来得轻。实务上并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衡量标准，法官会根据被告他个人的主观学历、经历，还有他的犯罪手法、犯罪手段等等情况做综合性的考量，去判断有没有教化可能性。法界认为，敢会当教化实务上较无客观评估的标准，真侪是由法官综合心情研判。也律师认为，这个判决较偏向考虑被告人权，恐惊互家属真歹接受。面对这个结果，家属透过文字回应，未当接受这款的判决。中央大学是回应尊重司法的判决，提供家属心灵支持，专案阁会当上诉。公司新闻参报道。另外，甲一岁囡仔开苦读教师的年母姊妹啊，前几工2审是维持判重刑，也若姓陈的社工是互人依照过失致死的罪嫌来起诉，昨开庭审理。即间有团台北市社会局的科长来作证，要来了解社工去查访的这个规定。另外，顶届作证来协助访视的文山寄托中心姓林的这个访视员，涉嫌伪造查访的记录，也已经函送予检方侦办。无得插法院外口抗议的声音，然后连名姓陈的社工在亲友的陪同之下，行正紧入去法院，但是看到伊出现，和现场的人是规百伙。在开案细路的年母姊妹啊，2审维持重判了后，即么焦点转向2名的社工，外界拢在看涉嫌轰炸失职的伊，出庭受审的所有言行。很不可思议，既然做错事情认罪不就好了吗？干嘛要这样？希望司法能够公平。这摆开庭的重点是抗伫证人的结问，因为姓陈的社工辩讲伊家己毋是主职的社工，主张督导责任伫文山寄托中心，但是到庭的台北市社会局的科长作证，讲年母是私底下含2名在联络凯出用的代志，但是嘛补充说明，共款有派人去定期访视，这么专案阁烧出案外案。顶摆有作证讲帮助访视的文山寄托中心的姓林的访视员，洪指控讲涉嫌伪造访查记录的日期。科长伫法庭证实，已经甲专案函送检方来侦办。因为社工才是罪魁祸首，他是导致凯死亡的主谋之一，他是凶手之一。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话，凯不会死。任何一个只要尽职正常的社工，都可以把凯随时救出来的。在法庭顶悬的另外一个焦点是社工的律师质疑讲，并无强制要求独实访视，但是社会局的科长强调讲，以台北市来讲，访视都是袂当提前先约好。这么专案来到审理的尾段，各界拢密切关注1审的安怎来宣判。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来看国外，哥伦比亚东北部伫咧二八时阵发生一只细只飞行机摔落来事故，顶头坐13个乘客，也有2个机组人员是拢不幸来过身。这内面也包含一个现任的国会议员，甲一个国会议员的候选人。目前是也搁咧调查意外的原因，初步判断有可能是天气无好造成的。根据哥伦比亚民航局消息，当地时间2八早起，国营沙提纳航空公司一只向普莱佩亚客机伫法委内瑞拉边境的库库塔起飞，要飞向100公里外奥康纳镇。原本飞时间是23分钟，按过伫起飞11分钟了，就甲塔台失去联络。后来证实失出落伫北桑坦德省的山区，机顶13个乘客甲2个机组人员全部罹难。初步调查显示，可能是无好的天气致使这个事故的发生。Para poder desarrollar una línea de investigación con respecto a la aeronave, a la operación, a las condiciones meteorológicas que en este caso tenemos identificadas unas condiciones meteorológicas adversas permanentes en el sitio del impacto. 目前，搜救人员已经发现飞行机残骸甲部分遗体。航空公司公布罹难者名单，包含现任国会议员，当时是律师甲人权导师金特罗。飞行机落地地点就伫伊故乡附近，当地是古柯建原料古柯业主要种的所在，也是非法武装组织全国解放军甲哥伦比亚革命军残留势力活动据点。金特罗所属政党也表达哀悼。另外，罹难者也包含特别导致国会大选社会领袖萨尔塞多，也爆料听到对伊的消息是真悲痛。En horas de la mañana estábamos esperando al candidato en la ciudad de Ocaña, que se dirigía desde la ciudad de Cúcuta, ya que teníamos agenda política el día de hoy. Un vuelo que dura aproximadamente 20 minutos, pasaron 40 minutos y nunca llegó. La aerolínea 这事件顶下哥伦比亚国界包含总统佩佐、国防部甲内政部首长拢表达慰问。目前相关单位会深入调查事故的原因。公司新闻丁淑芬报道。再来关心落雨的局势，乌克兰即马是面临着极端寒流，气温有可能会降到零下30度。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有要求罗西亚暂停攻击1礼拜，罗西亚总统普京也已经答应。I personally asked President Putin not to fire into Kiev and the various towns for a week, and he agreed to do that. And I have to tell you, it was very nice. A lot of people said, "Don't waste the call. You're not going to get that." And he did it, and we're very happy that they did it. 为着要应对极端寒流，乌克兰这边是赶紧伫咧抢修去互罗西亚攻击的烧气甲电力设施。川普表示讲，普京已经同意暂停攻击基辅1礼拜。因为川普的特使也表示讲，超级落雨停战有进展，按算1礼拜后就要举行相关的会谈。咱过来看，英国首相是凯尼去访问中国北京，佮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谈。是凯尼表示讲，希望两国会当来促进经济成长佮安全。因为习近平嘛表示讲，愿意来发展长期的战略谈判关系。英国首相史凯尼访问的行程，大家拢真关注伊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面对面的会谈。双方直接讲出愿意甲对方合作，做伙开展新局。中方认同中方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将造福两国人民，也惠及世界。你这次来访啊，受到了高度关注。好事多磨。China is a vital player on the global stage, and it's vital that we build a more sophisticated relationship. 会后发布的官方新闻稿内容讲到，习近平甲英国讲，中国无论安怎发展，拢袂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还佫讲，双方拢支持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应该提倡一个公正、合理、治理的体系。嘛讲高边主义、强权政治已经是严重影响国际秩序。因若史凯尼讲，英国伫台湾的问题，长期的政策无改变，嘛袂改变。佮讲英国落建香港，成做英国甲中国之间重要的桥梁。中国甲英国一年双边贸易额差不多是1000亿的英镑。中国目前对英国直接投资的规模真小，敢若占0.7%。去年英国外销去中国的规模，还佫比前一年减52.6%。史凯尼前一暗甲做伙去的英国贸易界头人表示，
这一届访问的重点是安怎让英国人受惠的情形之下，甲中国改善关系。And it is in our national interest to engage with China. It's the second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If you take Hong Kong alongside China, it's our third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There are huge opportunities to be had in lots of different sectors.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甲南韩去年超好势，南韩要伫美国另外投资美金3500亿来交换将这关税降到15%。不过南韩的国会是拢一直无批准，美国总统川普就宣布要甲这关税个扭转来25%。但南韩的官员就赶紧过去到美国来谈判，因为南韩的智库也批评川普是咧抬价价高。为着因应川普的对中关税。南韩甲美国签订关税谅解备忘录，而且答应会增加投资美国3500亿的美金，包括买美国的能源产品，用来换美国甲南韩汽车等关税降到15%。不过几啊个月过去啊，南韩国会要是无批准这项协议，所以川普宣布要甲南韩的汽车、木材、医药品的关税，为谈判了后的15%提悬到25%。不过过当天，川普又搁改喙，讲要甲南韩共同找出解决的方案。保留甲首尔对话的空间。因美国财政部长贝辛就表示，伫个南韩国会正式批准进前，美国甲韩国都无关税协议来甲南韩施压。消息一日出来，南韩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随出发跑去美国。I think that they are getting the message. Again, I had conversations with them early this morning. Actually, they have their trade officials coming into town later this week. 南韩国会议员表示，甲美国关税协议有关国家的利益，目前当咧照立法的程序，伫国会积极推动。不过，有在野党的议员批评讲，执政党自头到尾拢点点点，无要讨论的意思。因南韩智库认为讲，美国除了抬价价高，嘛要展现就算甲盟友意见无共款，嘛会当随解决。不过，南韩的谈判要是要防止企业的损失。두 번째는 그 대외 정책 면에서 트럼프 행정부가 최근에 들어서 이제 그린란드 문제를 놓고 나토와 충돌을 하면서 또 한 발 물러선 듯한 모습을 보였잖아요. 쉽게 얘기하면 면이 서질 않는 거예요. 면이 서질 않기 때문에 제가 보기에는 그런 면에서 지금 조금 동맹국들이 미국의 어떤 이 페이스대로 지금 따라오고 있다는 어떤 모습을 좀 보여주고 싶은 건데 그런 측면에서 갈등이 유발돼도 경제라든가 안보상의 어떤 이 협력 관계 때문에 쉽게 미국의 이 요구를 거부하기 힘든 어떤 대상을 한번 찾아보려고 했던 거고. 南韩智库表示，川普政府目前当面临包括 ICE 执法等各项的争议，所以真需要政治成绩来避免支持度降低，以持其中选举的力头。另外，伫南韩国会实处过半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表示，政府已经要求伫2月底进前，要通过对美国投资特别法。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国际阁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日本受到寒流的影响，有可能会落警报级的大雪，预估积雪上悬可能达到70公分悬。气象协会提醒民众要爱特别小心。欧盟决议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作恐怖组织，伊朗就批评这是重大战略错误，会造成破坏性的结果。英国宣布，中国同意开放英国的民众去中国观光或者是商务旅游，停留30日以内拢唔免签证。咱继续来关心到真侪囡仔，若是受到苦毒，还是讲伊无老爸老母会当来家伊照顾，这伊或是会甲因送去到安置中心。毋过，有民间团体认为讲，卫福部即马提出的替代性照顾是拢集中伫咧即时的救援，抑佫有事后的追究，所以呼吁政府应该是爱来照顾囡仔的心理状况。若阵囡仔受到严重的苦毒，照这个时阵，政府就要介入，提出替代性的照顾来安置囡仔。不过有民团指出，卫福部的资源拢集中伫咧即时救援和事后追究责任，针对囡仔受害以后的身心状况欠缺处理。有一些孩子，他在生理上就是已经遭受一些不可逆的伤害，例如被打聋或者是被打瞎，所以我们才会认为说，进到替代性照顾系统的孩子，他们其实是好不容易从这些伤痛当中活下来。那所以我们
们也很希望制度可以为他们多准备一些资源。另外，安迪明指出，安迪中心100位内面，可能有13个离校是身心障碍者，因需要照护会更较侪。因也发布一份民间版替代性照顾政策白皮书，提出6大诉求，关心囡仔的身心状况，建立分级的制度，要求国家培养第一线机构人员等等。卫福部也做出回应，讲因会参考民间的版本提出修正。有关这个我国儿少替代性照顾政策，我们从去年都有在做一个修订。那今天其实民间提出来的版本，我觉得也很好，因为政府有政府的视角，那民间这次他们实务的问题如果提出来，刚好我在修正这个国家的替代性照顾政策可以一起纳入。卫福部指出，目前修订替代性的照顾方向，和较早有真大的无同。早期的安置中心是以父母失踪死亡的家庭为主，现在囡仔大多数拢是受暴力苦毒，因会跨部会合作，协助因读册、看医生，也是找头路等等。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高铁要做起到宜兰的这个规划是气候民团来质疑讲，评估的数据做了上水，佮要求交通部就要来专业辩论。因为交通部长陈世凯是回应讲，高铁要通起到宜兰有经过真济届的讨论，也拢有专业的评估数据。高铁延伸到宜兰案，2005年通过宽评，专案搁在等行政院审议定案。最近，若是前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心表示，高铁延伸到宜兰是属实级的错误。突然间，交通部长何丹丹和真侪民间团体嘛拢召开记者会，大骂高铁案推动点属实真乱，而且质疑铁道局是故意排除地铁。去年4月到10月，台铁的成本增加了860亿。而同一个时期，高铁的数字反而是减少了126亿。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经过了3-4年的这个评估以后，这两条线突然之间有这么一个戏剧化的差别。根据铁道局上新的估算，高铁的方案对南港到宜兰新站差不多20分，路线全长是60.6公里，建设经费是3521.8亿。另外，过去规划的北宜地铁，规划对南港到头城，行车的时间差不多是50分，路线全长53公里，建设经费是2220亿。何丹丹认为讲，北宜地铁的方案，过去地方讨论参与的程度较悬，应该予伊定评估的机会。将宜兰建设局长林旺君是认为讲，高铁方案上方批评的部分，除了造价，更有专车的问题。这个数据一定经得起考验哈，我们铁道局都有很专业的团队在做评估。高铁的延伸的议题上面，我们的立场是，我们会务实的延伸。我想这个专业上面的讨论已经相当的多，好，不一定是用辩论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铁的边客线去年因为落大雨，这地基拢流失了，对10月停驶到单。即马这修好的工程已经到一个坎站啊，昨也启动试运转，若无问题，明仔载就会恢复通车。区间车慢慢驶至闽南卡车站，计99天火车搁驶伫边客线铁基路顶悬，即马开始试运转。顶回去年灾损上严重的卡车站附近边坎，流失路基已经修好，增加挡后边以外顶悬搁挂网仔来加固。连续好雨以后冲刷，基隆有冲刷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对，然后让边坡流失，最后路基坍塌了，所以这一次在做的时候就把它也是分两范围加大了。那这部分我们现在已经在做所谓的这个基桩啊，我们把它做起来，做一些保护。那现在要求台铁啊，希望能够在今年的汛期4月之前要把它完成。交通部要求台铁公司伫今年汛期进前要完成下边坎第一阶段加固工程，并且线全线顶悬有7个卡地载的前边坎也拢进行挂网加固工程。停驶期间，全关车站铁基路也进行优化。那试运转顺利，上近1礼拜6复驶。观光客上济，边客线10分车站依然未少游客咧放天顶。不过点头讲，10月开始原本是放天顶的大季，应该是规工拢人真济。即马煞只有团客坐游览车来时阵，生意才较好。大概差多少？差个大概40%左右。游览车来的时候就会比较多人，但是今天的人还算没有很多。我本来是想要搭火车的，因为火车比较方便嘛。因为这里停车位也可能就是也不太方便，不管是接驳车或公车，我们都等超久的。我们现在
这个公车我们已经大概等1个多小时了。公车站牌头前摆个长道路，不少游客甲人塞车，或者是靠代替游水风站来往公路转接。班期长，那等车时间又长，爱驶时间也较久。总算等甲并计线复驶，游客甲当地点头拢正期待，代替公司估算复驶了后多时休寒，甲过了春节假期，有希望恢复过去的日均运量，差不多3000人次。记者综合报道。搁剩无1个月就要过年啊！因为进前伫咧29暝、初1到初3这段期间，病院有看病比例上低，所以今年卫福部就宣布讲要来增加奖励。这病院回报要看病比例是已经超过70%，而且也有来开设资讯专区，互民众会当真紧真方便来查到，敢有通好互医生看。2026年新正年头交日的假期就要到啊！过去因为门诊诊所休困，所以急诊出现1.5到1.7倍的人。为了预防急诊拖几个月的状况，卫福部先传咧等。在健保的部分有各项的加成奖励，包含开诊的奖励、收治住院跟急诊的奖励、开诊的情形，所以目前还在调查当中。不过呢，以到目前的讯息看起来，那么开诊率已经确实有比去年提高。卫福部长赵聪良表示，会为患者分流、增加医疗量能等等开始，嘛推出奖励加成方案，导入16亿的加成奖励，鼓励诊所服务，嘛会加设资讯专区，让民众伫咧外地嘛会使查诊所看病需求。最重要是让民众清楚什么时候到急诊，什么时候其实在这个就近的这个基层诊所看就可以。重点在这个地方，判断这个需要去紧急就医的那个要件是哪一些。立委嘛点出，卫福部为2025年11月就推出休困日紧急症中心 UCC 看诊的人量能无统一，尤其是台北市每个月大概40个人上加，要避免民众第一时间走急诊，应该建立明确的看病指引。卫福部嘛应讲会伫咧2月初杀出来，真的要确保他们要给的要给。这个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款项我们是用专款特别去支应，所以它没有点值的问题，它就是1点1块钱。如果该给而没有给，那医院也有可能会涉及到侵占公款的刑事问题。立委建议补助款要限期汇集，嘛要用一个差额处罚机制，让补助用到位，加成奖励确实分予医疗人员。公视新闻王建庭、谢正廉台北报道。去年随着丹那市风台霜冻，伫咧台南是有真侪人家厝这厝顶拢去吹歹气，也包含这有毒的建材，也就是苏力岛石棉，也拢去吹到世界规大堆。民间就业者斗开发查报系统，配合空气机，会当规划清温，增加处理效率。遮害去的石棉遐苏力岛是去年予丹那市风台扫害去的。石棉其实袂当含一般的粪扫斗阵等，因为石棉是有毒的化学物质，会来影响到民众的健康，爱另外处理。石棉的这个情形都已经被证实说它是一个致癌的物质啦，也是国际中相对关心的一个致癌性的物质。你要把它从那一些的废弃物挑出来。足歹挑出来，因为丹那市风台对南边扫起来，所以台南市重灾区大量吹气的石棉遐，予灾后复原变成一个大挑战。有民间企业发现传统的清理方式伤了工，所以和台南环保局合作开发查报系统，协助民众通报。环保局则透过空气机来比对，规划要安怎清温，增加处理的效率。有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们不能用更聪明的方式？那这样的用一些系统，用一些自动化，那其实可以省掉大家很多的时间。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大概白天的时候看到一些事情，那晚上可能就做一些东西出来尝试看看，把这些东西带到整个战场上或者是灾区里面。那为什么后面这里还有这么多的量持续的？这个是叫畜牧业。你如果当时没有破的，你还在养猪的，不会很紧急的，你就先放在屋顶。等你这一批猪出去了，然后你再来慢慢把它拆掉。所以我们其实到过年应该还有200多场了。
环境部表示，面对复杂的环境议题，毋是单一一个部会会当应对的。希望透过这个例，增加公部门和民间做伙合作。若是以后有类似的代志发生，会当有更较侪专业热心的民众投入，斗阵来守护咱的环境。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这世界棒球经典赛3月特别起过，也毋过古巴甲美国即马极关系当紧张。古巴是希望美国会当核发签证，互因的球员会当进入美国伫咧海外领土波多黎各来参加比赛。红色闪电，古巴敢会当前进2026世界棒球经典赛，目前也未确定。其中上关键的，就是因为古巴 A 组预赛3月7日要伫咧美国海外领土波多黎各海办，因需要美国签证。Que a mí con el tema de la visa no me compete, ¿ves? Lo mío es soy el director del equipo. ¿Expectativas al respecto? Que se las den, me imagino. Sí, yo pienso que sí, yo pienso que nos van a dar. Yo soy de los que piensan positivo que nos van a dar la visa. 包括对日本调回来，还有本土球员已经开始伫咧哈瓦那进行高强度训练。这支国际棒球强权队伍目前正咧遭受到美国华府对哈瓦那的政治压力。Que va en serio y creo que para mí y tanto para los compañeros y para Cuba creo que vamos a ir con lo más enfocado posible, ¿no? 这个月初，美国成功抓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川普搁再点名古巴，讲古巴已经失去委内瑞拉石油甲金元，真紧就会衰亡。古巴甲委内瑞拉已经是20多年的战略联盟。另外一方面，根据古巴专业棒球网站，古巴棒球文牒依照美国对古巴的禁军资产控制条例，严格限制甲古巴政府的经济活动，包括 WBC 的比赛甲营收。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是国家队上届重要赛事，拢总有20队参加，分4组，每一组有5队，预赛5处2。台湾是排伫咧4这组，3月7日伫东家巨蛋正式上场。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有一位作者赖一心来出版台语现象，指出未来20档恐惊会晓讲台语的，剩无加一拍。作者也主张讲，应该爱将台语来定做法定的官方语言，照材料来复振台语。加拿大魁北克的官方语言是法语，不过英国北因为法语人口降低，英语佫占优势，地区法语的生存甲文化受到威胁。到1977年，政府颁布法语宪章，才受到保障。为着台语的未来，也有人写出台语宪章。作者赖一心自伊的囡仔伫学校读册了后，意识到多数人拢无咧用台语生活。伊主张甲台语定做地区的法定官方语言，互证照活路。阮无爱上母语课啦，阮要爱用母语上课。吼，这族语吼，就是爱甲伊定做官方语言。伫咧行政、教育、媒体、司法吼各种的这个系统内底去使用。安尼，咱的族语才有法度搁活开。赖一心指出，国家语言发展法实行高达7年，日头无够生活中的台语使用并无明显增加。伊认为应当爱完善语言政策，面对强势的华语环境甲中国的文化渗透，赖一心嘛强调台语的国安功能。渗透吼，因的这个成果吼，慢慢拢咧浮现出来。这就是上重要原因啊，就是咱的语言是共款，无法度去接受到这个因的这个认知作战的这个资讯，吼，安尼这个中国吼，因若要搁做这项工作哦，因的迄成本啊会提足悬。台语宪章除了成立国际上语言发展的例，也针对国家语言发展法甲现处时，台湾政府对语言发展的政策提出检讨。作者把这本册当作是喊我台语社会运动的宣言，但也透过全国巡回讲座，希望招民众同齐来思考台语的未来。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咱故宫的文物翠玉白菜送去坐客展览，即马已经返来到台湾。因为坐客也搁再宣布讲，要和故宫合作，要甲澳洲的文物摕来台湾展览。民众为伫咧翠玉白菜边啊翕相翕袂停，因为伊总算返来啊。翠玉白菜出国饼外交飞9000多公里去到捷克，展出4个外国，即马已经返来台湾。我感觉真好啊，因为最近澳洲甲咱的关系拢愈来愈好，所以伫遮文物这个交换
教展览是真好的代志。去年9月份，国强选131组珍贵的文物，包括翠玉白菜、清明上河图等等，去到捷克国家博物馆做展览。随着欧洲引起讨论，也予捷克博物馆创下上侪参观人数的纪录，吸引138万人次参观。双方的交流也看出两国的好关系。卢卡基总馆长说过，故宫博物院不会把珍贵的文物借给不是真正的朋友，就是只会把文物借给真正的朋友。我们也将延续这份友谊。台湾和捷克两国的馆长也来到翠玉白菜头前欢喜开讲，顺续宣布一个好消息：后一阶段双方会阁有新的合作。捷克博物馆规划在台湾展出一系列的古物，店名或者欧洲之心。Dovolte mi nyní s radostí oznámit, že naše spolupráce nekončí. Právě naopak. Přicházíme s novým výstavním námětem, který jsme připravili pro Národní palácové muzeum a který má pracovní název Srdce Evropy, pokladnice české kultury. 国强表示，未来过年期间，翠玉白菜会伫台北陪伴大家过年。接落来3月初5开始地刷对国强南院，照顾北中南的民众，让大家拢有机会批判一下。记者李选林巧凯台北报道。有民间的电影公司要来推出台湾文艺3部曲的电影，以台湾出名的艺术家来做主角，来拍出正港的台湾故事。台湾国片的成绩一年比一年较好，嘛愈来愈受到民众关注。民间也有电影公司推出台湾100计划，来开发台湾100年来有台湾的意识甲价值的重要故事，然后透过影视作品来传达台湾的精神。打算要伫今年年底到2028年陆续推出台湾文艺3部曲，跟历史有关，跟我们的英雄人物有关，跟我们的重要的关键发展有关，跟台湾精神有关的这样的电影，都能够一部接一部的推出。这3部台湾的文艺电影，分别以黄土水、陈廷甫和王闹3个真有代表性的台湾艺术家做主角。其中观众上紧就会当看到，是日本时期作家王闹的故事《天光前的恋爱》。打算伫今年第4季完成。3部曲的导演甲制片表示，会来拍这3出电影，是因为因拍拼佮热情的精神，真值得咱传承。从100多年前、30-40年前一直到现代，这个艺术家的故事好像可以承载跟透过理解这个艺术家的生平跟他的艺术创作，可以更靠近台湾的某种精神。不管时代的演进用100年来计但人们台湾人们年轻人的那种热血是不变的，这个东西是不变的，是可以传承的，也是必须被传承的。所以这个影片当然有这个电影这个故事，当然要有被说出来的必要。电影公司表示，这3部电影的制作会尽量把过去迄个年代的状态呈现给观众，所以声音和字幕的部分会有台语、华语和日语等等，希望拍出予台湾人值得骄傲的正港台湾故事。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奈吉利亚是全球主要的皮出口国，大部分拢会送去到欧洲来加工。不过，这算是予本土的品牌是真歹做。有一间老工厂是坚持用手工来做皮制品，做出在地好名声。奈吉利亚上大城市拉各斯的精品店，展示本地设计师精品配件，这个水阁有路的产品使用的皮，加科技、Ferragamo、Prada 这个国际精品品牌同款，敢若因为最后的加工地点无同，介绍甲知名度都有争差。不过本地品牌上特别、加上珍贵的所在，都是品牌背后的文化意义。All of our leathers are sourced locally, and we employ these artisans locally. The goal is to push the leather from the local region to the world. So we are telling a story, out of Africa to the world, one bag at a time. 奈吉利亚是全球主要的皮料出口国，当年创造6亿美金，差不多代表186亿的收益。其中9成的半成品皮料是销去意大利、加西班牙等国，再搁加工做皮件的精品。北部的卡诺有一间皮料处理厂，利用先进的设备加技术处理动物的皮甲毛。一寡国际精品品牌拢透过中间商进口这个所在的皮料做最后的加工。We get the raw material and we process from zero to semi-finished leather,
which is 80% of the whole process. And from there, we send to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y do the final touches on it, the finishing touches on it, and they sell to luxury brands. 配料业者表示，本来漂洗做奈吉利亚制作的配料，伫最后制成完成了后，就改做意大利还是法国等国制作。另外，国外买主买配料的工厂，因是用美金伫算钱，会差所产生计出来成本，互奈吉利亚本地业者划停。因转向伫百年传统配料厂，用手工来制作，介绍更较俗的配料，生产本地才有的配件，打造在地的精品品牌文化。 ba mu da wannan shine dalilin muka hakura aka ci gaba da haka mu dai in an zo an siya din muka dan fa'idanta abin da muka fa'idantu su je can da aka tafi da ita din mu ga har yadda za a yi an samu ci gaba nan gaba an samu gyara shikenan kuma ta dore akan hakan shikenan. 奈吉利亚政府甲配料业者积极做伙找到产业的价值，除了成立品牌甲电视平台，鼓励本地设计师创造高端精品，嘛积极争取亚洲甲欧洲投资者入来，同时推刷新配料工厂的设立甲技术人才培训，创造更较侪就业机会。希望透过政府甲产业合作，慢慢提升奈吉利亚配料的国际知名度甲品牌价值，建立非洲精品产业的发展基础。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今日拉斯维加斯一间旅馆启用 AI 机器人，会当来接待人客，也会当开讲报道，咱做回来看卖。Welcome to Autonomous, the first truly AI-powered hotel. 伫咧博缴出名的城市拉斯维加斯有一间旅馆用真型机器人迎接人客。 Call them a concierge, but we want it to be much more than a concierge. We want it to be your best friend, right? Understanding everything about you. 这个合作奥图的机器人会当讲超过50种语言。旅馆的创办人表示，为订房间、签房间、囡仔的数量，一直到你介意什么款的咖啡，伫你大入去了后，碰到大细项代志，奥图拢会当家己斗相共，甚至提倡报道嘛会使。 Otto, what is the weather going to be in Las Vegas tonight? With a good dose of humidity at 74%. As evening rolls in, I'd guess we'll see it get a bit cooler. 旅馆的主人讲，假使你和你的女伴册心情郁卒，麦当甲奥图透心事，也若博缴城市当地有啥物好看的秀，奥图麦当甲你分享。Who do you prefer? Is it J-Lo that's having a show in Vegas right now, or Shakira? Which one is you prefer? Oh, that's a spicy dilemma. J-Lo's got that show-stopping glamour, a full Vegas spectacle, sequins for days. 人工智慧长时行会当深度思考学习的人形机器人，已经会当做旅馆接待各种任务，互旅客足享受。当人类拄到人较欠缺时阵，人工机器人有影是上好的伴。公司新闻曾回斌编译。 新闻的最后，咱做回来关心各地头气象。北部地区15度至22度，中部地区14度至25度，南部地区16度至27度，也有东部地区15度至23度。 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